小博瑞来看这个有惊无险的新闻。艺人林秀琴甲陈志远翁仔某昨尾暗暝拍算来赛车，为苏花公路为花莲驶转来到台北，想要到驶到清水崩坑的时呢，拄到规模5.2的地动，车无细字到了石头，地势讲崩链破风，讲起来会惊一条。事后因翁仔某伫面前嘛抛出当时的画面，甲这民众报平安。有一个网友就讲啊，最近花莲有真个地动，赛车伫山路时一定要特别细致。 刚刚有一个5点多级的地震。艺人林秀琴和翁婿陈志远4月17日早起赛车为花莲返来台北，经过清水崩坑的时阵，又个发生规模5.2的地动。哦，我帮你看是什么啦？啊，完了，头啦！敢若是去弄到石头，规台车是闪一个真大 A， 因翁仔某是惊到心肝头皮破菜。胎压过低，请充气。哇，那你为什么要看？没有什么东西？刚刚有一个掉下来那个石头哦。原来是因为地动崩坑地面拢是石头，车辆若无细力探起去搞到，对地势连啊胖骨。这大的石头直接这样子撞过去，它整个爆掉。陈志远豆豆将车驶到崩坑的出口，赶紧落车来看。正面的头前链连那是明显冒泪，就赶紧找备用的链啊。加在因翁仔某是拢无代志，要过这石头若是去撞到车，后果就真歹势伤。事后，因嘛伫社群平台发布当时惊险的画面，向民众来报平安。的那个，请他们道路救援资源，就看有没有备胎，看可不可以先赶快去过这一段，因为怕过到7点，我们就没办法过去。面车顶悬一张一张快乐的相片，看得出来两个人同甘别甜。艺人林秀琴2005年和棒球的选手陈志远结婚。即便动着意外，加在是无人受伤，嘛呼吁华东地区驾驶爱加注意道路安全，避免意外搁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